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6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闪道事态，头先就来报连载。行政院的振兴5倍原版本已经定案，民众唔免立钱，上紧伫10月就来施行。不过，若赢刷不反，认为讲爱发放现金。台北市宣布9月初一开学，若总有机会家长会当请福一假。新北市的部分到当时还未宣布。塔利班占领阿富汗的首都，因国内是4只4倒只倒，连总统拢走去别国啊。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8个本土病例，也有2个带病入境。另外，今仔日无死亡个案。但讲到注疫苗部分，目前已经有614000档的高端疫苗通过检验，通好互第6轮的民众来做。另外，针对着连阿无通过 EUA 是有需要说明，咱赶紧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最新的解说。那本土的病例有8例，那境外移入2位。死亡个案没有哈，对它的人口的涵盖率现在39.04%。早上开放这个高端的疫苗来做来预约那预约的比例大概达到40%，封签检验是等于是614204剂。如果封签检验如果再有合格的批数，那也不排除在这一波的施打的时候再加进来然后在一整天的审查跟讨论之后，最后的一个投票的结果就是我们一共有22位的专家出席，主席没有参与投票。那21人投票的结果是有4人是补件在议，有17人是不同意通过，所以不会核准专案制造。但是因为考虑到他也可以继续再去执行第3期的临床试验。总统在这次施打疫苗还是跟着大家一样也是先去做预约登记。但如果有预约完成，那当然我想国安团队会做一个适当的安排。讲到国内登记注第6轮的预防针时间是对今早起10点开始，而且第6轮有开放国产的高端疫苗，36岁以上的民众拢会当去登记。不过民众3次去登记，这网络受小可塞车。你好，麻烦一下帮我预约高端。这个姓陈的负责人透早去药房，请药师甲到登记预约注高端疫苗。伊讲，因为伊本身有过敏的体质。看过相关的资料了后，真早就决定要注国产疫苗，嘛赶伫第一时间就来预约。我等高端等很久了，因为我一直都想要打高端，因为我觉得对我而言它比较安全。早日开始预约的公费疫苗，开放予36岁以上的民众来注。即个提供60万档国产的高端疫苗，不过网页哪像是雄雄一入来伤侪民众要预约，系统煞故障，重新登入了后，选择要注射的地点又搁卡掉咧。只有第1轮那一天，就是第1次的那一次，它是我们大概10几分之后人多了就开始当了。对，然后后来的每一轮都没有这状态，这是第1次有遇到，可能有比较多人在抢的状态。实际测试发现讲，10点开始预约的民众，差不多用20分钟的时间才完成登记。另外，高端疫苗公司13已经向巴拉几个卫生单位申请紧急使用授权 EUA， 而且会持续规划做第3期的临床试验。当地其实它 COVID-19 的疫情还是非常的严重，那你可以看到说，他们目前死亡人数已经大概将近1.5万人了，所以整个上它是有一种紧急的需求。另外一间国产疫苗联亚生机是已经完成 EUA 资料的补件，目前等卫福部药师的审查。联亚表示，万一紧急授权若无通过，已经生产的疫苗公司会家己处理吸收全部的成本。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疫情渐渐伫咧稳定，咱敢有机会继续来降级咧？就医生认为讲，若准用完全零确诊当作是降级的标准，咱台湾应该是无啥有机会。另外，今仔开始登记高端疫苗，不过需要医生来积极高端的保护力。国内疫苗预约平台10日开始第6轮的预约，36岁以上拢会当登记做高端疫苗。因故医生依然对高端持积极的态度。除了认为高端无保护力、安全性无法度确定，而且只敢通过紧急授权 EUA， 无通过国际认证，建议民众在咧自证前爱先想一下。第3期的临床试验它是不可能做的，因为他到了这个巴拉圭去做，也是一个虚晃一招。这样子的做法是绝对拿不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认证的。他想压迫这个巴拉圭去给他通过他的紧急授权，
这也是无济于事，对它的保护力完全没有帮忙。国内疫情怎么有较稳定？境界是毋是让自2级降做1级？大家也真关心。医生认为，若是确定要降级，大众交通工具抑个公共空间的使用，要安怎有完善的配套措施来降低感染风险，拢也该讨论。不过，台湾若是要以清零做目标来降级，是无啥可能。以台湾来讲，一直会有一些境外移入以及境内可能的一些潜在性的一些感染。这些潜在性的感染，一般是来自于一些无症状带源者，在许多地方，在脱下口罩或是一些公共区域的一个病毒附着所造成的影响。所以台湾其实要完整归零是不太可能。就把签讲是不是要降级无标准答案，不过行政措施若是放任，慢慢扩大室内化的用量人数。不过同时间也要求民众要高挂水烟，用这款渐进性的压力测试来确定新增加确诊的人数是不是有效控制，也是考虑是不是降级的好方法。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早起，行政院有甲立法院民进党团讨论到5倍券的部分。落尾行政院是决定讲，民众党唔免出钱就会当领到5倍券下，上紧伫10月就会开始施行。不过，伫咧讨论会场外口有国民党伫遐抗议，认为讲无受到邀请是偷偷啊伫遐协商，而且也要求政府就要发现金。国民党立委到行政院大门口也加抓票，话讲无爱5倍券发现金较实在，佮要求要入去行政院，互维安阻挡，双方是杀来杀去发生冲突。因为这个时阵，行政院甲民进党立委当咧讨论5倍券，无受到邀请的国民党是真不满，批评因是密室协商。现在正在密室协商，苏院长只愿意跟执政党的委员对话。我不晓得他们是派系在对话，还是真的在接受人民的声音、人民的意见。发现金上实在，发现金较实在，上盖直接，人民的声音就是这么简单。行政院副秘书长何培山需要出面，甲国民党立委沟通，表示会由副院长沈英珍甲因会面，和国民党是更加不满。这是人民的行政院还是党的行政院？为早起9点开始进行会议，2点钟过后，总调郭建明、立委罗致政等人才结束会议室。郭建明讲，今仔日的会议主要是交流意见，总共有45位民进党立委参加，有30个人轮流发言。行政院也接受各界意见，决定做出改变。那今天所有的发言，当然对于今天接受各方的意见以后，所做这样的改变，这个是确定的啊。当然，有些党团成员也提出一些问题啊，那包括这个小额啊，时间多久啊，数位件的使用的什么时候啊，都有包括很细的问题都提出讨论。根据郭建明的讲法，苏贞昌在会议当中定案讲5倍券免纳1000块，若具体进行5倍券当时会当发的。郭建明讲，差不多会伫10月初，而且考虑到疫苗注射率，也有可能用数位券增加优惠的方式来照顾一般的店家甲大商。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咱的学生囡仔，伫咧湘北地区，今仔日已经开放各中高中2年啊升3年啊的暑期辅导课程。台北市也讲，伫咧9月初1的时阵，高中以下就会开学。不过家长若准是袂放心，会当请防疫假，踮厝里的学生也有3种线顶学习的方式通好使用。另外，新北市的部分教大是还未来定案，不过市长侯友宜是搁在呼吁中央，伫要开学啊，疫苗数量就要赶紧宽济备。听到下课的钟声响起来，赶紧要甲同学做伙行出去教室。停课要3个月的时间，总算会当回去好好上课啊。说在家也会很长就不专心，就会影响学习的效率。所以我觉得来学校上课比较好。我实体课程可以立即知道学生的学习状况跟学习反应，那我教的这个东西他到底有没有吸收？但是线上就会慢半拍。校热辅导课实体上课的头一天，老师甲学生拢真欢喜。入去学校都爱先放体温、分教室上课，而且全程拢爱挂喙罨。为10日开始，国中甲高中针对2年升3年，开放校热辅导课实体上课，准备9月份正式开学。不过嘛有部分的学校因为家长反对，还阁延期线顶上课。
80%的家长希望说，线上课程完了之后，是不是有实体课程可以让他们作为开学前的一个准备？于是呢，我们在因应这样的一个作为8月11号就我们实体课程上的一个准备的开始。如果疫情没有再一次的相关的改变的话，那我们9月1号一定会如期的开学，那采实体开学为主。台北市决定讲，高中以下9月初1开学，以实体教学为主。家长若是袂放心，会当请防疫假。台北市估计每一班有10%至15%的学生会请防疫假，嘛会替请防疫假的学生规划3种线顶教学的方式。一个年级请假的人数若多，就会编做一班做线顶教学；若是少，就会伫咧厝邻同步来收看。若是采用线顶甲实体混合教学，就会以小规模的方式来试办。因若新北市16嘛开放校热辅导实体课程，即马就伫要开学啊！新北市长侯友宜嘛呼吁中央，都要赶紧甲疫苗保护到业。9月份要开学，我们的辉瑞疫苗、BNT 疫苗要打12到18岁的这些孩子们，在这样一个高风险的疫苗接种的空窗期的延宕，让我们在振兴经济的经济副市长受到更严峻的挑战。9月份敢会如期开学？新北市还未定案。因为台北市已经确定9月初1会开学，18会开校长会议，定出开学的指引。目前校外教学甲毕业旅行是暂时无开放。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迄个大学指考的成绩，今仔日公布后，大考中心表示，这回不利的听票只有66分尔。另外，数学、地理、历史等等分数拢比去年佫较悬。另外，也有一寡人提早起伫咧线顶查到成绩啊。不过，大考中心表示，成绩也是爱以今仔日的公布为主。入去考场进前，挂喙温、量体温这些防疫措施一项都袂当减，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学指考2摆延期，到7月30才真正考煞。今年考生有40918人，比去年减少6%外。大考中心伫咧16架成绩单，互考生讲难度真悬的物理科，5票的成绩拢比去年较下降，顶票嘛干那66分，这是这11年来上介低。应该是计算量导致物理有一些参数，它的数目字都比较特殊一点，所以在计算起来也会花一些时间。那这一部分，这个我们未来都会做一些检讨。物理科的难度较悬，不过数学甲数语的5票拢差不多是比去年加真济，特别是数语5票拢比去年增加6至15分。这2科有较简单，今年数学有13人满分。数语271个人满分，大考中心表示讲，除了物理以外，其他9科的稳定度拢还阁算一致。电话语音查询成绩的系统测试，承办的同仁忘了把相关的这一个资料从系统当中移除，总共有958人使用语音查询，那其中有653位考生有查到成绩。也有部分的考生因反映讲有提早去查到成绩，大考中心嘛证实讲，这是承办同仁因伫咧系统测试了后，袂记咧甲资料下架，未来会来建立防范的机制。另外，伫考试的期间，统一来订便当，大约有1万人来订便当，这条便当孝钱会予教育部来撤销。大学考试分发委员会嘛公布讲，今年有63校1868个系组来参加。招生名额是36327个，估计录取率会比去年91%一数较悬。记者综合报道。进前的大水雨是落几日，造成农业损失已经超过5.7亿元。目前菜价还阁伫咧起，台北的果菜市场挂价出现今年上介悬的价数，1公斤来到55块。这寡菜色重新种植了后，要等到8月底价数才稳定。民众一透早来到传统市场买菜，不过受到前一阵大水雨的影响，近期菜色到货品质无稳定，量也无济，有消费者明显感受到菜色价数起超过一半。目前只会当要吃偌济，就先买偌济。叶菜类普遍都涨的幅度都蛮高嘛，要吃再买。不像以前说可以存放的。叶菜类大概涨1倍，像敏豆也涨快1倍。实际来到云林菜色产地，在地农民当咧采收，不过因为顶一波大雨影响，真侪菜叶啊拢已经烂去，要装货时就搁爱先浸过，
予产量比应过收成减少一半以上，也予西螺果菜市场平均菜价每公斤起到50块。系啊，拢就安尼去啦。这拢歹去啊！这都无效，这就这拢水上产量就迄条啊，对无？我目前啊，每工交易量差不多500到550安尼啦。平常时啊，差不多800到900其中，平均价上50块6啦，也未起到伤济啊啦。差不多拢有那种天价。西螺果菜市场表示，即摆大雨造成菜市产地损失严重，予产地菜价每公斤起超过50块。不过，全国各地果菜市场就该加上运输等等的成本，有的果菜批发市场平均价销达到每公斤55块，创下今年新高。而果菜价阁需要10到15天，等待福建菜上市，价销才会豆豆回稳。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咱的友邦海地伫当地时间14载起发生规模7.2的大地震，造成不到1300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上届还是有风台特别来咯，这恐惊影响到救灾工作。海地伫咧当地时间14载起发生7.2的地震，连边仔的古巴、牙买加拢摇甲正明显。伫空中翕的画面会当看到。真侪名体、教堂、旅馆、学校，甚至病拢互地震摇甲倒去，就连关伫咧监狱内面的犯人，拢因为建筑物损害而走出来。还有二男者被救出来了，就砍一块白布踩伫咧路边。C'est-à-dire, ça c'est sans compter certains monde probablement qui doit pas arriver ou bien pas arriver que quoi parce qu'on cherche à continuer toujours en bas des combes dans certains côtés que il y a des monde qui toujours en bas d'Acadie et débris et suite à tremblement de terre. 伫咧主前了，自日时到暗时，还佫一直发生地震，民众是惊甲唔敢转去厝的，还佫真侪人是已经无厝通转去，就住伫咧路边或者是脚球场。Depuis après tremblement de terre, nous pas senti nous bien du tout parce que c'est un terrain gabion nous y, en pile monde nous loger là. 拄则上任无偌久的海地总理亨利已经宣布全国政治紧急状态1个月。海地伫2010年也捌发生过规模7.1的地震，震央伫咧首都太子港的附近。官方讲，迄当阵的死亡人数30万。美国第一调查所讲。这边地震甲迄当阵的地震是同一个断层系统，不过这边放出来能量是11年前迄边的2倍。Nous voulons pendant période catastrophe ça, bail en réponse plus adaptée que ça n'était bail en 2010. Toute aide qui vient de yo, n'a essayé, n'a doit coordonner avec la direction de protection civile. C'est eux qui point focal pour toute aide qui a venu en urgence là. 国际社会甲慈善团体拢开始帮助海地。总统蔡英文也只是捐50万美金赈灾，并且提供必要的救助甲灾后重建。根据美国国家国防中心预测，海地也会拄到热带风暴侵袭，和救援工作会更加困难。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阿富汗政府决定崩盘，塔利班15进入首都喀布尔，那外国人得利，在地民众是死者死，逃者逃。连阿富汗的总统甘尼也拢已经离开阿富汗啊。根据着外国媒体访问，塔利班表示，未来会互查某囡仔也会当来读册。Just from earlier of Taliban fighters behind the desk of the presidential palace. They were told by the leadership they will not enter the city. We want to reassure people. We'll be having talks to try and negotiate. To have taken down the flag of Afghanistan inside the presidential palace. 一个岛外主人总统甘尼已经无在位，无偌久之前，伊还佫伫咧遮举行国安会议。所以对这位随护者听到消息，甘尼就走去隔壁国家乌兹别克塔什干，伊牵手参谋总长甲国安顾问拢做会照，领导阿富汗和平进程的全国协调最高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就叫甘尼前总统。甘尼并伫咧社群媒体证实，家己已经离开阿富汗，不过无讲人伫咧倒位。新闻中讲，这项困难的决定是为了要避免老血的冲突。塔利班夺权将会面临历史的考验，有责任保护百姓言语、繁荣甲自尊。百姓是走去银行领钱，有人赶紧买机票要走去别个国家。
Bizda oilaman ham qaytib 5 ta bola chaqam o'zim xotinim. Boshqa endi hozir keldi, endi bir joy bo'laylangan ketini xudo biladi, biz nima ish qilamiz. 美联社同家访问塔利班的官员对掌权了的规划。تعليم كويس مشكلة الناس ترسوسي شريعة أحكامات بايمان نبي لما قال قانون جنو دوار تعليم رابطة بندي 不过美联社报道讲，阿富汗人民也是真惊，就惊讲等到残暴政权的时代，尤其女性受教育甲工作的权利拢会被剥夺。塔利班伫10月提下首都喀布尔，被国际社会评估的速度紧真多。意大利、英国、乌兹别克等真侪国家，拢赶紧甲因家己的公民撤离。美军也依照总统拜登的指令，照原定计划离开，连军用狗拢带走。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新北市海山警察分局有一个查某警察，伫违规交通违规开红单顶头出问题，常常互民众投诉。落尾警方表示讲，这位查某警察伊的心理状态无稳定，要求伊袂当领红单铺啊。不过顶个月伊家己去领设备，佮甲民众开红单，已经违反规定了，警方记新改两改。伫咧路的顺路处地维持交通秩序，这是警察的工作。不过，新北市海山警分局的一位女警，则因为开单，和警察局内面常常接到民众伫咧投诉，讲发料引用错误。所以铁单的比率甲其他的同事比起来低真多。顶个月底，警方因为开红单，搁再互人记2支新改。该名女警因身心状况问题，不适合执行交通违规取缔告发工作，但该名女警擅自领用电子告发设备，故以不听从行政命令，依规定议处。不办停止的作为，这位女警去甲伫咧 FB 铺文，质疑讲伫咧巡逻的时阵，处地违规交通敢有唔对？也佫讲家己在这边受到创伤，就算是去精神科摕药啊，也正正常。不过海山警分局回应讲，这位女警的心理健康状况有问题，早就禁止伊领用罚单本等设备。不过伊无服从命令，家己佫去摕，才会该处分。目前是专介咨商辅导。以机关的角度来讲，他们就需要求有合格的专业人员啊，做心理检查或者生理检查这样子。然后我们有内部有关老师的机器，那关老师会进行访谈，还有一些专业的记录，然后我们会看状况，然后再看是否需要调职。警方会讲，警务伫咧基本上袂定定调动。除非受涉案、办案所致，疏漏人犯，被分局长认定工作无落实，才会调职。因若这位女警将会由内部的咨商机制，配合外部的专业人员评估伊身心的状况，做成专业的记录，才决定是毋是需要转调伊的职务。记者综合报道。审计部发布去年中央政府总决算核心报告，也发现讲国防部内面的职业军人提早离开，就要赔钱给国家。到去年为止，有4亿的小目拢无去讨。审计部也质疑国军的债权管控机制有问题。国防部表示讲，因会来改善这类部管控的问题。国军逐年拢有阿兵哥，无做满服役上少的年限就赔钱退伍，有的是因为无责任，也有人家己有别个规划来离开。参像这位捌做过空军上尉副导长的詹家文，结束包含军校4年，加强8年外做兵的生涯，赔130万开始新生活。但是不合理的金额，是有想过一阵子，但觉得还可以接受。如果继续在军中的话，就一些工作技能也没有办法得到很大的提升。不过，毋是大家拢会乖乖啊纳钱，有人毋行孝要等国防部来讨。根据审计部109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的审核报告，军校生和军官各有超过2亿8581万的孝无讨到，士兵也有1亿562万外。审计部质疑国防部无向债权的连带保证人讨赔偿。职业军官出身的立委蔡适益也质疑讲，部队伫士官兵离职进前无做好讨效的程序。其实，在他退伍的当下，那一些赔偿金额都可以算得出来啦。9月份开的时候，我们在审查预算的时候，我也会就这个部分特别来要求国防部提出一个因应的做法出来。有关于追缴数的总额增加，那么我们会持续检讨精进的做法，来强化追缴退赔的一个成效。国防部表示，未来伫军人办离开军营的程序内底，加强收钱的源头管理，也会定连带保证人资金能力的条件，
若发生质权的问题，也会向连带保证人讨赔偿。另外，也会赶紧完成质权的阿兵哥替赔系统的各项功能，强化讨赔偿的作业。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国内家庭的欠钱率平均1户就是24.5%，是这20年来上界悬的，而且平均1户拢有欠26.5千块，也是有史以来上悬的。主计总处表示讲，欠钱增加代表消费力下降，主要是因为疫情期间无法度出国，民众减少出国。另外，这好业甲散车也差6.13倍，6.13倍，这也是8年来上界悬的。疫情爆发了后，边境管制，出国旅游悄悄冻点。尤其是今年5月份本土疫情摊开，就连国内旅游嘛宣布暂停，减少休闲旅游的开销。去年民众平均每1户欠的钱有26.5块，创下新高。平均每1户欠钱率是24.5%，嘛创下20年来新高。疫情呢，它使那个休闲的支出，还有那个运输的支出、出国的减少，最主要的还是休闲的减少。受到疫情的影响，家庭的欠钱率一直在增加。学者烦恼讲，若是变做超额欠钱，恐惊会冲击到国内经济成长。根据国发会统计，咱台湾超额欠钱，伫2009年的金额超过1条了后，就一直在欠悬，平均5年至6年就会增加1条。2021年超额欠钱，估计会到3兆1亿7千万。学者表示，这代表济资金并无摕来投资或者是消费，毋是活水，对经济成长的动力无帮助。如果说是储蓄持续的垫高的话，那厂商他看到这个消费动能不强，他也会缩减他的投资嘛。所以说储蓄率太高的话，就是不利于整个经济的发展，不利于经济的成长。另外，上升家庭的收入支出的调查，去年每1户会当支配的所得平均是108万，不过每1户会当支配所得上悬的20%，有217万6千块，上加20%是35万5千块，贫富差扩大到6.13倍，创下8年的新高。主计总处表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之下，确实是有诱大咱国的贫富差。不过，政府透过低收入户生活补助，也有各项社会保险保费的补助，缩减所得的差额1.16倍。强调讲，若是无算政府的移转收支，所得的差额的倍数会扩大到7.43倍。记者综合报道。台东林管处伫咧去年12月有对咧海端救到一只受伤乌熊，经过照顾甲训练，顶礼拜甲顺利放登去深山拿来咯。而且伫这只乌熊身躯顶也有装对撞器，希望伊当健康平安。8月15日，台东林管处带这只台湾乌熊去中央山脉山区野放，甲笼仔开开了后，乌熊回头甲救援的人员看一下，就随装入去森林内底。这只台湾乌熊是去年12月份伫台东县海水乡坎顶部落后发现掉伫陷阱内底，而且受伤。当地本论的族人通报林管处，送去冰科大照顾8个外月，还有做野外训练。兽医师评估伊的健康状况无问题了后，才野放。迄天发现乌熊的本论族人嘛去现场祈福，甲伊号名做乌马斯。这只野放了后的乌熊活动力是真旺，挂伫伊颔骨内卫星发报器，信号嘛已经传到转来啊。是发现的。这一只到陷阱的我们的主人叫乌马斯，所以也是他的救命恩人，所以我们命名为乌马斯。到了昨天下午2点多的时候，其实我们接收到了讯号，他已经直线距离跑了1点多公里了，已经下了溪床，然后跃到另外一个山头了。台东林管处表示，从2019年到今，台东林管处就小连续接到南兴山区的原住民通报有乌熊受伤，或者是发现找无路的熊仔囝，计共有4件拢有救援成功，而且有建立林管处甲部落之间乌熊的通报系统。即马对救援甲野放乌熊累积更较侪经验，未来会当更较紧、更有效率来抢救乌熊的性命。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的有食业者最近伫地方的报纸刊一条讲，暂时无要赔猪肉甲鸡肉告示，讲是要抗议环保团体拢甲因抹黑。花莲县政府目前表示，也正咧协调当中。为了要表达对环团不实指控的不满，花莲有食业伫地方报头版刊暂时停止出货告示，为10时开始，猪鸡拢停止供应。不要再一直打压农民，自治条例限制太严格的时候，我们下一代就没有猪肉可以吃了，下一代的青农就没有办法回来经营了。
环保署救会表示，官府上期回审查的花莲县新设置退保场管理处置条例，因为离徛只有300公尺，也将农舍排挤在外，甲民众期待落差真大，所以才会起议会抗议，绝对不是反对在地退保业。我们一直针对的都是大型的企业。 我们在乎的是他们的废水处理。科学的研究是说，500公尺才有效的去降低这个臭味。官府表示，猪肉市场因为中元节原本就休市，加上拜1、拜2也是休困，所以有计要到拜38才恢复营业。要不过后续若果停止出货，将影响公司实行。其实它大可不用卖出在花莲，它可以卖到别的地方，因为价格都是很好的。不过站在县府的立场是希望可以维持那个整个协调。 花莲县新设置退保场管理处置条例草案18将送议会第3读，伫这进前，环保团体甲养殖业者伫场外车拼，民众买猪肉只存冷冻肉品。记者综合报道。现代科技新产品无塑胶人灌精神，为着要监测农产的污染，台中市环保局目前使用一种重金属监测的科技工具，伫咧追踪污染，而且成本真低，佫会当放伫这个田边的水沟内面来监测水质，锁定污染源。 环保局的稽查人员去因田用的水路遐，甲监测水污染的重金属监测离子高压抽脂塑塑胶囊放入水里，水质的情形就规个看现现。这是台中环保局上新的智慧科技工具。有些灌排不是很清楚，灌排不分的，那就会有可能异常的水质排进来，或者是工厂趁着离峰排进来。那我们掌握到数值，把它置换出来，就知道这个上游是有异常水质排入，那我们后续就会先说上游的列管事业进行稽查。污染的水若用来饮田，就影响食安。后手的堆渣嘛，互稽查单位是头壳摸咧烧。除了环保局已经伫咧使用的水盒以外，即嘛阁配合重金属监测离子高压抽脂塑塑胶囊，放伫咧污染风险较悬的所在，包括溪流的水头、水尾、工厂排垃圾水的出水口，甲饮田的水路等等。监测了后，每2礼拜会送去台做分析，就会当锁定污染的源头。环保团体认为讲，政府用新的科技是好代志，不过水系的管理单位工课分配的情形嘛需要改善。水域的分工就污染就环保局嘛，灌溉水的流到这里就是农田水利会，水利处就是它可能会针对说它的区排有没有顺畅啊因为太多头马车了，然后大家都觉得那不是我管的，然后这不是我管的，所以管到后面都没人管。台中环保局表示，今年先以大里、大甲、南屯甲后里面积较大的田，正做优先监测的目标。若是效果袂歹，未来会阁扩大实施的范围。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美浓的高美医护管理专科学校，伫咧107学年度停办，到今已经3冬啊。学校所拢无来转型，教育部也依法甲学校的董事会解散，后产的部分拍算交予高雄市政府去运用。这是国内头一间财产去互充公的学校。不过校长表示讲，停办了后，学校有提出真侪计划，不过教育部却是拢无被接受。学校的校园已经无人咧进出，这是高雄美浓区高美医护管理专科学校。学校因为这件话3冬前办了最后一届毕业典礼了后就停办。教育部表示，高美医专董事会任期敢若到7月底煞无改选，无人处理财产，停办阁满3冬无转型，已经到规定的年限。董事会就爱改线，将要按照司校法的规定处理学校的不动产。那定时如期来进行高美医专，会是国内第一间校产互人充公的私校。因为没有3年内，也就是今年的7月31号之前，完成恢复办理或者是改办其他的教育文化事业，那也没有来依照这个私校法72条第1项的规定，主动来报本部核定解散。其实我们在这3年的改办期间已经有做了一些努力，包含也提了很多的一些相关的计划，包含土地利用的一些计划。那但是还是卡在一些因素，教育部那边都没有办法同意。今年7月底离任的前校长表示，停办期间学校提过真侪届计划，但是拢无予接受。全国私校工会只是提醒，亲像高美医专这种案例真侪，立法院若无赶紧予私立高中以上的学校退场的条例3读通过，停办学校的91万权益是无法度来保障。退场的时候会有大量的教职员非自愿性的失业的状况，目前是没有
任何的一个保障的措施，包括像劳工有发资遣费、有失业救济，那目前私校教职员是没有的。目前高美医院的校地大部分拢是文教用地，价值大约4亿。教育部打算要移交予高雄市政府，不过市府教育局表示，也未接到相关的消息，暂时无法度回应。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明昭款高雄报道。伫咧台南的关仔岭有一间仙草国小，有真侪学生囡仔厝里拢是做观光产业的。不过受到疫情影响，学校也特别规划一个活动，就是请学生囡仔做伙来翕影片，到宣传关仔岭，用行动来帮助家乡。不用怕，我们的温泉旅馆每天都消毒得很干净哦，而且进行实名制，大家不用担心。而且因为疫情关系，国内观光产业受到真大影响。台南关仔岭仙草国小特别请学生囡仔来翕影片，了解当地特色文化，邀请游客来关仔岭佚佗。我们学校的学生有很多家里刚好就是经营温泉业者或是阿给土基层的，那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课程方式，让孩子来感受这些问题，然后进而提出我们的一些方案来做一个行销，那也提升我们这边的观光能见度。学校这摆也结合当地店家推出方案，民众若是愿意赞助，就会当摕到学校家己做的绘本，佮有消费券，会当去关仔岭20间店家交关，实在有食佮有掠。因为我们家也是做这种汤阿给的嘛，然后就几乎都没有什么人，然后学校透过这个活动，可以让更多人回来这边，然后让这边再跟之前一样热闹。仙草国小有真侪学生的厝里，拢是受到疫情冲击的店家。学校即摆规划这款课程，毋但帮助当地业者，佮会当互学生推广在地产业，入捌家己的家乡，因嘛拢感觉真欢喜。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酸野无花果，拢是台南咸水的特产，在地少年人夹甲农产品变做是冰糕啊，甲酵素，互传统的农产品有一条新的出路，嘛通好带动地方的观光发展。台南咸水出产侪农产品，酸野无花果拢是在地特产。不过传统的销路即马已经无时行啊。侪少年人当头脑变巧一个，都有无同款的新出路。我们把在地的产业结合一些不同的主题，像冰淇淋希望可以蹦出一些新的滋味。其实台南咸水这几年都一直打拼要杀地方创新，毋但产品有新的变化，甲酸野做成绵绵的冰糕，甲无花果叫做酵素，佮透过产品的包装举办活动等等的方式，互更较侪人看到因在地农特产。整个计划呢，我们协助在地做了一个整个的商城，那也同时我们帮在地的产品去做升级，我们重新帮他做了一个视觉包装，让它整个价值提升。在地的年轻人都有这个兴趣啊，他们有很多都是北漂回来的，所以我把这个平台开放出来。看看有没有机会创造出另外一个商机出来。少年人的创意用伫传统产业，常常会当互地方出现新活力。计划负责人表示，等待疫情稳定了后，按算要举办大型的活动，请游客来咸水食青，佮有创意的在地农产，佮兼会当早盘手分享互亲戚朋友，有食佮有掠。记者综合报道。今年西港歌乡因为疫情关系来停办，不过在地庙宇也是真有特色的。亲像伫咧金山里就一间新安宫，内面有一顶100年神桥，经过真百冬保存甲真完整，带观众朋友做伙来去看卖。伫咧台南西港的新安宫，洪在李府甲雷府千岁王爷有一顶100年神桥，是当地珍贵的文化资产。这人甲算起来，这过200人啦。我都90万吼，过来啦吼，所以讲，这个神桥的特色是旅游真侪，侪真久，啊个下体啊，客家了啊，会较早歌乡因拢过来参加。那新庙拢请出来做伙坐。一间角头庙，毋但有100年神桥出巡的装备，也是台湾工艺典型。无论是牛线神桥顶的桥坎、滴水顶头手八仙落甲鱼下水族，拢是代表吉祥的意涵。而且手部拢是做跳蚤手工厂，展现现代用心。较早阮的
官乡掠出去，阮做少年的时阵处理，当然要看这个牛线。 哦，这两段有够水哦！伫咧庙口摇一张200多年的青瓦，真侪旅客来到这看百年神桥了后，也来到这行行咧。当地居民也向市政府申请农村甲社区营造计划，希望有正人的拍拼，甲角头庙的光彩找倒转来。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市为着要甲这个古纸这项传统工艺会当继续传承落去，特别邀请国宝级的古纸师傅吴文进来开课，配合着香科年制作有创意的礼器工，大家看起来拢真有特色，咱赶紧来看卖。一只搁一只礼器工，色水野目，工法搁有路。这是台南市文资处邀请国宝级的老师傅吴文进所办理的古纸工艺课。拄开放报名，一个就随满，一班敢若收10名。 透过吴文进老师指导，会当用家己的创意完成独一无二的礼器工。即届我会小这个交文资处来做这种传统艺术的推动哦，用礼器工带香科年，互大家把这个礼器工变做是亲近咱的生活，把咱的传统工艺保存落来。 今年正是台南的香科年，原本是庙会活动上热的一档，本来疫情也咧滚价，目前暂时拢延期。也那这回所制作的古纸，正就是西港庆安宫王船主条顶的礼器工，但是用铁线凹出一个形，将古纸起哩就色，插5王旗，佮绑2支手，最后一步安上鱼鳞就完成。你讲有5王旗东南西北中吼，有5色5王旗，伊个手就用绒球，这礼器工的符号吼，上重要是这个配色，所以一般礼器工是用手金、高红布，开工还甘蔗，用咱这是算等于也会当观赏会当摆饰吼，所以我就用一块茶，挖一个坑，插钱啦，我就做安尼个做自然的展现。 来上这个课，其实觉得从来不了解什么是鲤鱼工，然后吴老师解释得非常的清楚，然后从最基础的框架、结构、糊纸，然后上色，一步一步教我们。 吴文进师傅坚持这项传统工艺已经超过39年。开课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大家会当有机会接触到古纸艺术，有兴趣去了解，安尼台湾的工艺手路才有法度一代传过一代，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最近要落雨，这雨是一声劈一阵就来。若准是无炸雨伞，是袂覆庇雨，规身躯是压甲淡糊糊。伫台中的沙鹿有清洁队，就甲这个雨伞回收转来，重新再利用，变做是爱心雨伞，互民众使用。用铁线甲尖线，甲长去的雨伞骨接好好，看起来又阁是一支正勇的雨伞。台中沙鹿的清洁队用手工去修理歹去的雨伞。 一个月就收复15支，互民众会当借去使用。我们的环保爱心伞的工作小组区队具有缝纫专才的同仁来完成哈。那主要呢，它一个月我们大概可以回收大概20来支的这一个民众交付给我们这个回收的雨伞，大概修复率可以到达15支左右。最近天气无啥稳定，雨伞袂肯伫大雨墙，歹去就互民众单掉。这雨伞要回收是真正废弃，爱甲骨甲布拆分开，而且有的雨伞只是部分的零件歹去，规支就单掉，实在真拍算。沙鹿的清洁队就把这款雨伞救回来，佮通减少真侪粪扫。像我们的儿童福利服务中心我们的沙鹿区公所我们民众往来比较多的地方来做一个接洽，来提供我们的环保爱心伞给我们的市民朋友。这修理好的雨伞也会放伫公共场所，互袂赴避大雨，佮无炸雨伞的民众一个方便。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缅甸因当地疫情也当咧严重，最近逐天确诊人数拢有3、4千人遐济。咱台湾也甲缅甸列做是高风险国家，连航班也拢停飞咯，这影响到台商甲侨胞无法度回来到台湾。不过，伫咧正人拍拼之下，伫咧昨有一台包机载着79个人顺利登到台湾。一台自缅甸仰光起飞的班机，15降落伫咧桃园机场。
因为缅甸即马新冠肺炎的疫情又反正严重，咱国家缅甸列做重点高风险国家，咱国国际航空已经停飞台湾缅甸的航线。这台缅甸公司的包机，其中有79位台商，加替咱国居留证的外国人士平安登来台湾。欢迎回国。台商甲侨民办好上飞机前3天的核酸 PCR 检测登记后手续，顺利登来。过来就是照国内规定，检疫人员身体所有人磅体温，伫完成申报甲资料审查了，坐专车去集中检疫所采检隔离。大哥，问一下，回家的感觉怎么样？很好啊。很好哦。比较担心的。缅甸最近每天的确诊人数到3、4千人，台商甲侨胞回国的规划也受影响。经过缅甸台商总会甲外交部指挥中心等单位沟通，总算促成飞航包机。外交部讲，伫8月底会执行印尼第2次返台包机，目前正伫咧办理台商侨民登记买票。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当咧严重的Delta变种病毒也和澳洲的新南威尔斯省当着上艰难的情形，14日间增加466个本土病例，也和当地政府赶紧调整防疫措施。另外，有媒体报道讲，这变种病毒会和疫苗保护力下降。对美国专家表示讲，群体免疫的人口比率需要达到90%，不过这个90%目标是真困难。民众伫车内接受医护人员咧做体检。澳洲新南威尔斯省拄当着Delta变种病毒来咧烧话，染疫的人数嘛称真悬。14个一天，佫增加466个本土病案，这个数量佫再加悬。15嘛有415例，安尼，互当局决定讲要来加强防疫措施。10月开始，民众出外买物件运动，拢要限制伫咧徛街5公里以内范围内。The last thing we want to see is more deaths because of this outbreak. But unfortunately, we know that's what we're going to see unless we reduce case numbers and unless we increase the rate of vaccination. In relation to where the most concerning areas are, they remain, of course, in Western and Southwestern Sydney. 违反防疫规范的罚款嘛，对1000澳币甲提悬到5000澳币。新南威尔斯的省长嘛表示讲，9月和10月疫情会更加严重。美国当遭受到Delta病毒的霜冻。疫情正严重的密西西比州，疫苗的接种率有较低，不过当地人口较侪非裔人口，煞对注疫苗有犹疑。I'm gonna be honest, yes, I had a lot of worries, concern. But honestly, I was actually pretty skeptical. 因若上早开始注第3剂疫苗的以色列，面对Delta病毒嘛唔敢大意。这礼拜3会来提悬新的防疫措施，包含全面实施所谓的疫苗护照，佫会甲军事活动甲管控较点点的。גל הדלתא שוטף את כל העולם כרגע וגם את מדינת ישראל. מדינת ישראל ניצבת בפני שיא התחלואה בשבועות הקרובים, לכן היה חשוב בשם אזרחי ישראל להגיע לכאן, לאיכילוב, לפנימית. 不二个，当各国的政府当咧推塞注疫苗，毋望会当来达成群体免疫的时阵，偏颇社说报道讲，包含Delta变种病毒会互疫苗的保护力下降。所互群体免疫的条件都要有悬。美国传染病协会就预告讲，Delta变种病毒已经甲群体免疫甲有悬到80%以上，甚至到90%。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国卫院上新的研究发现到，一个癌细胞会引发出闪过免疫细胞感控的材料，伫输免疫疗法的成功率只剩2-3成尔。不过研究也发现到，若准使用 VEGF 融合2倍药物，就当改变正常边的环境，增加癌症免疫疗法。这项新的研究也已经得到外国的专利保护啊。癌症已经连续39年是咱国民众10大死因之首。最近因为免疫疗法，使得癌症治疗出现希望，不过成功率只有2成到3成，治疗阁拄着困难。国卫院上新研究发现，主要原因是癌细胞会当诱发4颗位的环境，产生发炎的反应，互血管杂乱增生，造成欠氧等，加致使免疫疗法无法度有效控制肿瘤。它会分泌很多，我刚刚提到很多那个发炎的因子，对，然后也包括血管新生的因子，然后抑制这个后续的免疫的这个反应。研究团队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只要使用 VEGF-122、VEGF-165的融合2倍药物，
照着抑制细胞内外的内皮细胞生长因子 VEGF 信息传导，抑制肿瘤血管增生，促使肿瘤内原本杂乱的血管较正常，同时增加肿瘤微环境中杀手 T 细胞甲自然杀手 NK 细胞的进入。动物实验已经证实，会当有效抑制肿瘤的成长。通道是畅通的，可以让化疗或是免疫细胞能够顺利的进入这个组织里面，然后达到这个阻杀这个癌细胞的这样的目的。研究团队强调，这项用5年外的创新研究成果，已经得到美国、日本甲欧盟的专利保护。VEGF 融合2倍药物，目前已经完成动物有效试验，对黏癌、大肠癌等转移性的肿瘤有袂歹效果。未来将开发成癌症新药，提供癌症患者一个搭配免疫疗法新产品。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极的红地徛有无受到这个气候变迁的威胁，恐惊有8成会伫咧这世纪尾来消失。美国官方宣布讲要提案，把这个红地徛鹅列入去重要登证的保护名单内。They have wings, but cannot fly. 每年若到冬天，真侪红地徛鹅就一抓路正远行到南极的地理架群岛，伫冰天雪地中破后代。2005年徛鹅宝贝这部片就记录徛鹅家族这段旅程。不过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红地徛鹅生命艺术拄到严重的考验。研究人员发现，这几年南极冰层提早氧化崩落，造成上千上万的徛鹅阿姨啊，也未晓受水就淹死。当初翕这部片的所在，徛鹅的数量怎么已经减少一半？英国研究团队讲，伫南极的夏瑞海湾本来也真侪徛鹅，不过2016年到2018年3年之间，拢无伫咧遮生囝。目前全世界红地徛鹅的数量差不多20万对，科学家担心，因为南极洲温度升高的幅度是全世界平均的5倍较低，若是碳排放无减少。到这个世纪末，有8成的红地徛鹅就因为无栖地而消失。不过，若是每一个国家拢遵守巴黎气候协定，和地球达到升温无超过摄氏1.5度的目标，徛鹅的数量只会减少3成左右。到这个世纪末，数量会较稳定。经过生物多样性组织几多年来的争取，美国鱼类甲野生动物管理局伫8日总算提案，甲红地徛鹅纳入濒危不正法的保护名单。若证实了这受威胁的物种，美国政府就要采取积极的行动对抗暖化，减少对因的伤害。公司新闻暂回应北京。下晡晡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对29度到34度，中部地区对28度到33度。南部地区对28度到32度，东部地区对28度到32度，华岛地区对28度到32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咱暗时1点再相会。